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6篇、约伯记第4章第1到21节、罗马书第8章第1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本性与灵性。礼拜三晚上的查经祷告会当中，佳瑶只是带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作为查经的内容。那圣经里面提到暂时居住的帐篷以及永恒的房子。那这个暂居的帐篷就是属世界的，永恒的房子就是属于基督的灵。我们以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的经文来谈到，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完全都变成新的了。虽然我们这样的看，如同今天的经文所提到的，耶稣基督他曾经为了世人的罪而成为有罪的肉身，但是他却是为了要救人脱离罪性。耶稣基督曾经对这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上帝是个灵，敬畏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在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那基督是个灵。特别当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下阴间，然后他复活之后，所有的教会以及基督徒所领受的不再是那个肉身的耶稣，而是基督的灵。这样的感动，这样的同在，凡是领受的人就有了基督里的新生命，都有了圣灵内住，并且脱离了人的本性。这是原则上那脱离本性，我们说的暂居的帐篷，或是说属世界的脱离这样子的，是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条件。基督徒不能一方面说我是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另外一面却又随着本性这个是有问题的那在生命里面我们不能随着欲望做事，这是完全没有章法的。好像我们在批评一些所谓的政策，那它非常好，可是碰到有权力的人就怎样，就转弯了一样这样在信仰上面其实是行不通的。基督徒必须完完全全的脱离自己的本性，转化成为基督的灵。面对苦难的约伯，他所使用的是什么？他所使用的是人性不是属上帝的本质，我们说的灵。这也难怪撒旦要求或是说挑战上帝说，要不是有利可图约伯还敬畏你吗？你时常保护他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你赐福给他，使他事事顺利。他的牲畜漫山遍野，不可胜数。现在你若把他所有的都拿走，看他不当面咒骂你。撒旦所挑战的不是上帝，其实是约伯的人性根据约伯书的记载，没有遇见苦难的约伯，他表现得非常好，很乐观，也非常敬虔的敬拜上帝。但是遇到苦难之后呢，他的人性却是高涨，纠缠了他许久的时间。他的好朋友们也无法给他好的引导，如同以色列人当中的伟大领袖摩西，他一生跟随上帝几十年的时间，又受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学习跟随上帝，亲近上帝，
但是呢，他却在面临以色列人民的刁钻责难之后，却被人性的高涨弄得很生气，然后就得罪了上帝。摩西自己制定了律法，或者说上帝启示他制定了律法，想要帮助以色列人来能够亲近上帝，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律法来得到救恩。可惜的是，律法并没有办法使人得救，救恩本身才可以。那上个礼拜的主日信息里面，我们用圣餐来分享这个得救的信息。那我们说到领受的、实践的、脱离本性的，才能够得到那个救恩。经文告诉我们，罗马书这样的上帝这样做呢，是要使法律的正当性要求实现在我们这些不服从的人本性只顺服圣灵的人身上。因为呢，服从本性的人意向于本性的事，顺服圣灵的人意向于圣灵的事。意向于本性的就是死，意向于圣灵的就有生命和平安。所以意向于本性的人就要跟上帝为敌了，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的法则，事实上也不能顺服。服从本性的人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这是在罗马书的经文。那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提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同的角度其实了解是相同的。从今天的罗马书的经文第9节里面，他说，至于你们，虽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可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纵使你们的身体将因罪而死，上帝的灵要使你们活，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们成为义人了。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这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位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就会使我们得到圣灵，所以我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了那若在基督里面的灵使我们活着说在基督里我们就新造的人，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这样的逻辑其实是相同的，就能够脱离人的本性。我们若这样子的时候就会从死里得到复活的生命。原本应该属于圣灵的基督徒，照理来讲不应该受这个本性的影响，但也事实上很可能落入本性的需求，然后就得罪了上帝。最近有听到几个案例，有退休的牧师站在这个牧师馆不愿意搬离在南部也有，在台北市也有有离职的牧者站着教会的工作不放南部也有长老将教会的基金占为己有，还办了假离婚，为了脱产。其实这些事情都很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受到挑战跟引诱，本性会让我们脱离上帝的灵性，因而犯错离开上帝。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用诗篇26篇作为今天的导读。他说，上主啊，求你宣判我无罪，因为我行为正直，完全倚靠你。上主啊，求你鉴察我，
考验我，求你审查我的心思意念。你不变的爱引导我，你的信实始终带领我。我不跟虚伪的人来往，也不跟伪善者同伙。我厌恶跟罪人为伍，也远离邪恶的人。上主啊，我洗手表示无辜，并且绕行祭坛，用周围敬拜你。我唱感谢的诗歌，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上主啊，我喜爱你居住的殿宇，我喜爱你的荣耀所栖息的地方。求你不要把我跟罪人一同消灭，求你不要使我跟凶手同归于尽。他们随时作恶，到处收受贿赂。至于我呢，我行为正直，求你怜悯我，拯救我。我已脱离一切的危险，我要在公众的聚会中歌颂上